靜默主權。現在請開始接觸呼吸，調整一下姿勢，使身體感覺到更加舒適，妥善咁預備好自己，邀請你嘅身體吸入新嘅經驗同埋新嘅啟示，讓自己開放放鬆。唔好忘記，不論自己睇到同埋聽到乜嘢，都先去嘗試。要是內在嘅聲音表示適合，你就全然吸收。此刻，你可否容許自己回想喺過往生命裏邊嘅成就？你知道你嘅前程正等住你去加添色彩。你願唔願意讓自己察覺，每個人都咁多姿多彩，共處喺呢個宇宙間嘅同一行星上，互相學習。雖然我哋嘅要求好多，我哋仍然可以學習做一個快樂、充實以及自我尊重嘅人。或者雖然一定係完全能夠做到，但佢並不是我哋冇呢種能力，只係仲未有發現，或唔明白點樣運用自己。每一個人都具有呢種潛力，俾你左腦一個愛嘅訊息，一個有力嘅愛嘅訊息，因為你嘅左腦仲唔知道喺呢個學習中，你嘅右腦會幫助你。而家請睜開你心靈嘅眼睛，察覺到你嘅身體，呢座華麗嘅聖殿，不凡嘅奇蹟，輕鬆平穩咁坐喺座位上，清楚地感覺到兩隻腳踩住地板。此刻，你如果覺得身上有邊啲緊張嘅地方，就深呼吸，並要呼吸達到全身每一個部分。如果你覺得身上仍然有啲緊張，就對嗰部分微笑，另一部分嘅緊張拉力隨住呼吸遠去。請注意，唔理你有冇察覺到，呼吸一直都係自然運行㗎。你此刻坐喺呢度，預備學習新嘅事物，可唔可以為你嘅呼吸添加一個鼓勵嘅色彩？就會傳遍全身，充滿身體每一個部分。請歡迎呢個鼓勵你嘅色彩，佢充實咗你，佢滋養咗你。試住接觸，感受你嘅呼吸，通過呼吸感覺自我嘅滋養。好，請走入心底深處，俾自己一個欣賞感謝嘅訊息。諗起自己將以往曾經擁有，如今已經不再適用嘅嘢放低，柔和地同佢哋道別，讓佢哋離去。接觸你而家擁有同最適合你嘅嘢，揾到自己增加一啲你需要嘅，帶住對自己欣賞同埋感謝嘅情懷，你而家已經準備好接受今日嘅學習啦。今日靈修嘅經文係以斯帖記第4章13至17節。末底改託人回覆以斯帖說：你莫想在王宮裏強過一切猶太人，不免這禍。此時你若閉口不言，猶太人必從別處得解脫，蒙拯救。你和你父家必致滅亡。焉知你得了皇后的位分，不是為現今的機會嗎？以斯帖就吩咐人回報末底改說：你當去招聚書珊城所有的猶太人，
為我禁食3晝3夜，不吃不喝。我和我的宮女也要這樣禁食。然後我違例進去見王，我若死就死吧。於是末底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。末底改堅信上帝必定拯救佢哋，因此佢向以斯帖發出挑戰，要以斯帖嘅回覆帶來整個民族嘅大復興。群體禁食乃分別為聖嘅嚴肅集會，宮內宮外3晝3夜嘅禁食，為民族同個人嘅生死存亡禱告。從絕望嘅泥土中往下拔出一口活水嘅井，成為整個猶太人群體嘅活命泉源。禁食禱告幫助我哋面對恐懼、憂慮、膽怯、懦弱，讓信心嘅種子能長出幼芽，破土而出。而家讓我哋喺信心裏禱告，感謝天父，讓我哋睇到柔弱嘅女子以斯帖，內心卻對上帝你堅信不疑。佢甘願冒着生命危險，仍要勇往前行。佢將佢自己嘅靈魂交託俾你，並將自己置於你嘅保護之下。佢認定咁樣係安穩嘅，能憑信踏出唔容易嘅一步。倘若我哋失去基督徒應有嘅嚴謹態度同埋生活，向住罪卻不顧後果，如同飛蛾撲火，求主赦免。禱告乃奉主耶穌基督嘅聖名祈求，誠心所願。與信徒相通，信徒面對成功嘅弟兄姊妹，唔應該阿諛奉承，而係要彼此提醒，守護破口。而末底改提醒以斯帖一樣，呢個先至係真正嘅聖徒相通。向世人作見證，喺未信嘅人面前，我哋能否活出唔憂慮事業成敗嘅信心？既然係上帝嘅計劃，佢必成就一切，超過我哋所想所求。我哋只管振作，盡力而為，就必喺人生嘅巔峰當中見證一切都係恩典。服侍他人，侍奉唔一定一帆風順，事事如意。讓我哋無懼突然而嚟嘅驚嚇，我哋要群策群力，唔單打獨鬥，喺同心合意嘅群體禁食禱告中支取力量，仰望天父為我哋開拓前路，繼續服侍人。群體禁食禱告係虔誠同埋奉獻精神嘅表現，為群體帶來突破與轉機，見證神嘅大能。此一刻，邀請你為主獻上你嘅禱告。